哦，那好吧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先去吧。好，再次恭喜好运来队。很遗憾啊，摘星队惜败。这次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吗？这一把确实挺遗憾的，但是呢，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，同时呢，也非常幸运的被我的女神给狙击了无数次。好，那其他小伙伴呢？第二局真的没想到还会输，开始有些轻敌吧。诸葛亮打得不错，守约还挺准的。周颖嘛，就不评价了，大眼睛。好，再次感谢你们，请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一些掌声给到他们。我说晶晶是今天全场表现最惊艳的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我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一轮商业互吹，但是能不能稍微克制一点，让我好接话一点点？那就是女玩家中最厉害的。你别捧杀我行吗？要说最的话，我应该是今天鞋跟最高的。我刚看你差点摔了一跤，所以晶晶你鞋跟还好吗？我的脚，鞋跟儿。我开个玩笑啊。晶晶很厉害，今天一手白带手也太秀了，惊艳到我。平时是不是专门练过？对，我刚看你和你同学配合的也不错，特别是杀诸神那一波。你们平时也这么配合吗？他打诸葛亮，你打守约？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刚刚我也看见了，一手诸葛亮走位太骚了。哎，小哥哥这么厉害，有没有考虑来打职业联赛啊？他不行吧？都这么老了。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啊！你忘了他刚才多次支援你的同学情吗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应该的。怎么办？我都忍不住要尖叫了！哎，我感觉自己不像是来看比赛的，是看晶晶演偶像剧的。我很满意这个姐夫。还激动，说的我好像拿过什么正式的奖一样。几乎都是榜样，3连决胜哎，粉丝都要为你吹上天了。乔老师，一会儿还请您给年度最佳对抗路颁奖，请您到嘉宾席稍作休息。哦，那好吧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先去吧。谢谢你们啊，辛苦了。我今天被晶晶抱了好多次啊。我感觉我要变粉丝了。哎呦，2比0，而且还3连，我今天真没想到是这么好的一个结局。于老师，谢谢于老师，真的幸亏有你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给5位中奖嘉宾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另外还可以挑选一个英雄手办，请2位跟我去挑选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几位老师可以去休息室休息一下，里面我们也准备了零食和饮料。好嘞，谢谢啊。谢谢老师，我们走吧。